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8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2篇，耶利米书23章30节到40节，路加福音19章45节到4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被洁净。人离开上帝是因为他们的心里不洁净，因此呢就离开了上帝的道路。上帝就差遣使者先知来提醒他们，责备他们，期盼他们能够回转到真道上。先知书耶利米书25章30节到38节这样子的提到，耶利米啊，你必须把我告诉你的一切话都转告他们。上主要从天上发出震怒，从他神圣的居所发雷霆，他向他的子民怒吼，向踹葡萄的人发出喊声。他的声音传到天涯海角，地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。上主要指控列国，他要审判万民，处死作恶的人。上主就这样宣布了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，灾难要来临，从一国到另一国，从地极要掀起一阵大风暴。那一天，从地球的一头到另外一头，到处都是被上主击杀的人的尸体，没有人哀悼他们，也没有人收敛埋葬他们。他们要像肥料堆在地面上。人民的领袖啊，我的子民的牧者们啊，你们要嚎啕大哭，在尘土当中打滚哀伤。你们被屠杀的日子时候快到了，你们要像公羊被宰，连一个也逃不了。你们要嚎啕大哭，因为上主在烈怒之下消灭了你们的国家，使你们安逸的国土变成为废墟。上主离弃他的子民，像狮子离开洞穴。战争的恐怖和上主的烈怒使这个国家变成荒野。灾难要来了，暴风也要来了，是惩罚，是扫除那些犯罪违背上帝的人他们的行为。如果人不够警醒的话，他就会离开上帝。心灵需要被洁净，才能够听见上帝的声音。路加福音19章45节到48节记载了耶稣基督他进入耶路撒冷圣殿的事情。圣经说，耶稣一进到圣殿，就赶出那些买卖的人，对他们说，圣经上记载着上帝的话，说，我的圣殿要作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却把它变成了贼窝了。耶稣每天在圣殿里教导人，祭司长、经学教师和民间的领袖要杀害他，只是不知道怎样下手，因为人民都喜欢听他，注意他所说的每一句话。因为以色列人、祭司们管理圣殿的人，他们并不把圣殿当成祷告的殿，而是把它让奸商借着宗教礼仪上的需求，在那里讹诈人，做生意欺骗人。所以耶稣基督批评他们已经把圣殿变成贼窝了。耶稣基督洁净这些主事者的心，提醒他们圣殿应该要成为祷告的殿。诗篇32篇，罪恶蒙赦免，过犯被宽恕的人，他是多么的有福啊！心里没有诡诈，不被上帝定罪的人，他们是多么的有福啊！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终日哭泣，身心疲乏。上主啊，你日夜惩罚我，我精疲力竭，像水汽在圣所当中蒸发。于是我向你承认我的罪，我不隐瞒自己的过犯，我决意向你陈明一切，
你就赦免我所有的罪。因此，所有虔诚的人都要趁你可寻的时候向你祈求。洪水泛滥的时候就不至于淹没。你是我藏匿的地方，你一定会救我脱离灾难。我高声歌颂你的拯救，因为你护卫我。上主说，我要指示你该走的道路，我要教导你，适时规劝你，不要像这个罗马那么无知，必须要用绝环计头管束才会驯服。作恶的人一定会遭受许多的痛苦，幸好上主的人却有慈爱环绕着他。义人要因为上主的作为欢喜快乐。所有正直的人你们都要欢呼。恳求上帝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以圣灵之火来洁净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愿意亲近上帝，走在上帝的真道上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